80後唔結婚冇仔女，錢就夠呢，但係人呢？養老院排長龍，喺屋企等死。你以為住夠退休金就乜都掂，但有冇諗過一個問題？成日24個鐘都見唔到一個活人，你點樣捱落去？真正嘅養老陷阱唔係唔夠錢，係冇咗人。我哋係群居動物，一個人住係違反生物學規律㗎。香港急救數據好清楚，獨居老人家嘅死亡風險比有伴侶嘅高成37%。點解？因為人一旦離開人群，生命力就會急速下跌。你以為一個人好自由，但生理機制唔係咁運作，冇人同你傾偈，冇人應你，冇人見證你存在，你個精神系統就會開始崩潰。好多人以為養老係錢嘅問題，其實係關係嘅問題。你儲到100萬、200萬，住得起靚嘅養老院，但係你冇監督嘅人，託管關係一出事，你連出聲嘅渠道都冇。更慘嘅係，你交咗自己出去，但係冇人對你負責。真正嘅養老邏輯唔係我有幾多錢，係我身邊有幾多活人。有個成都朋友賣咗所有樓，買咗間40平小單位，樓下就係華西醫院，成日都見到人。佢唔係貪熱鬧，佢係鎖定生存環境。養老唔係揀地方，係建立關係。好多人計劃退休去山林、去風景區，以為好有詩意，其實係自己放逐自己。你需要嘅唔係風景，係100米內有商場、有醫院、有人氣。保險冠軍嘅談判邏輯好清楚，先鎖定人，再配錢。你而家就要開始儲人，志同道合嘅朋友，經過時間考驗嘅關係，有共同興趣嘅圈子，呢啲先係你老咗之後嘅真實本錢。抱團養老唔係浪漫幻想，係生存策略。但你要明白一點，抱團唔係等到老先揾人，係而家開始織網絡。你仲要有學習能力同興趣愛好，唔係為咗有用，係為咗保住生命力。當你同年代嘅人都老咗，後生仔唔會同你玩，你只能同自己人玩。如果連自己人都玩唔埋，你就得學識同自己玩。真正嘅養老資本唔係戶口餘額，係24個鐘能見到嘅活人。你可以冇伴侶、冇仔女，但係你唔可以冇關係網。老年人嘅孤獨唔係一種生活方式，係一種慢性死亡。呢個時代會拋棄我哋，就好似我哋而家唔願意同70-80歲嘅人做精神交流一樣。但係如果你提早建立關係，保持學習，活喺人群裏面，你就唔會變成要用廣場舞揾存在感嘅人。你會有自己嘅生命力支撐系統。而家開始做2件事，儲能陪你老嘅人，培養能自己玩嘅興趣。養老唔係等到老先諗，係而家就要鎖定嘅生存結構。